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首囡仔歌唱到乌面啊飞飞啊飞，飞到七股站门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站门口的站。有人姓站，读站是白音，文音读做正，有人读做情。在咱台语较常用到的词，就是正经，也就是捌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未正，这个意思就是也未安怎，像讲未正食饭，空腹唔通食这款药啊会伤胃。第二个词读做未正买，嘛是也未安怎，就想要安怎的意思。像讲功课也未写好，未正买就想要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未正学行先学飞，未正夜正想晚过，功夫也未学好在，就想要来换头路，实在未晓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赞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正或者是情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